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0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双十大会，总统蔡英文讲要打造更加文明的国家，伊也批评中国想要消灭咱的主权，台海和平是中华的责任。今年双十大会，阁有8家人含董事长乐团来开场，阁有日本京都剧高校的演出，落尾是由雷虎空中商场来收煞。本土加32068例，中重症133人，57个人两病死亡，确诊含顶礼拜比减1300多例。今仔日是双十节的典礼，总统蔡英文也发表演说，伊讲春的任期会坚定4个坚持、4大韧性，打造更加文明的国家。另外，总统也批评中国一直要消灭咱的主权，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的共同责任，呼吁北京动武出兵。绝对不是选择，得要尊重台湾人对主权和民主的坚持，这才是两岸通好好互动的根本。131年双十国庆，面对后疫情时代甲台海局势紧张，总统蔡英文以互世界一个更加好的台湾，坚韧之岛、坚韧国家为主题发表演说。10月13，边境管制就要放零。蔡英文头一摆讲到，伫疫情中逆势前进，算是刷落来的任期，要徛稳4个坚持，更加爱有4大韧性。经济产业在社会安全网、在民主自由体制、在国防战力，打造更精实的4大韧性。蔡英文强调，打造韧性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产业的韧性。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继续推进6大核心战略产业，更加爱向国际强调，半导体制造产业自治伫台湾，未是风险，而是关键的锁匙。我们会持续维持台湾在半导体尖端制造的优势和能量，同时也会协助全球在半导体供应链重整上进行最佳的配置，让护国神山的全球地位更形重要。民主韧性更加是守护台湾的关键，要予自由民主体制加做全面共识。尤其面对境外势力的渗透甲意图破坏，蔡英文认为要继续争取国际支持。国际社会非常清楚，维护台湾的安全就是维护区域稳定跟民主价值。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的挫败。恢复合作爱提升国防战略，除了国机国难国主，更加爱强化全民防卫意识。演说后半段将重点放伫两岸局势。蔡英文批评中国最近想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的作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我要呼吁北京当局，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唯有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蔡英文再次表示，在理性平等甲互相尊重之下，愿意甲北京找找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最后是以更加好的台湾献予世界作为结语，强调大声讲出我是台湾人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荣耀。记者综合报道。双十大会表演真精彩，今年的主题是守土卫国，你我同行。头起先由8家人和董事长乐团来开场，接落来阁有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的演出。后半场阁有众人拢真期待的日本京都剧高校吹奏乐部的演出。落尾是由空中雷虎特技小组冲场来喷彩烟，互双十大会有水开的收煞。双十大会表演由台东马兰社部落的张进兴，用以温柔佮有力的声音，以阿美族古调来开场。然后，阁有第2代马兰金唱队和董事长乐团等等的团体共同演出，唱出台湾的各种声音和力量。有希望，梦想就会伟大。虽然国军联合乐队和三军机队正在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
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今年正特别的是，三军机队伫咧无音乐伴奏当中来表演惩罚，透过顿枪、站脚步等等的方式发出声音，也同款真有气势。今年一个提高难度，全体机队做出难度正悬的倒手超前的动作。请给予一队弟兄热烈的掌声鼓励。这届大会的焦点之一，就是咱国家己研发的空军用鹰高教机，头一届飞过总统府面顶，然后也阁三甲2台 F5以3台战机来编队通过管理台，代表4代传承的意义。另外，伫咧主题表演这部分，先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5架阿帕奇直升机，以大间队形空中分列式对总统府面顶飞过。请大家为我们的飞行员及机队掌声鼓励。过来就是大家拢正期待的感觉是恶魔外号的日本行道局高等学校吹奏部出场，在学生整齐又个充满活力的动作，加上多元变化的队形，互大家看甲拢正配合。因这边伫咱详细表演的主题，活力满满，梦想满满。另外，空军雷虎小组 AT-39联机编队用大间队形飞过管理台，佮放出红白蓝3色的美丽彩烟，互咱的双十大会圆满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趁双十连假出去耍，山南甲大海也出现一寡意外。台东有民众去爬山摔着伤，佮有人高山上发作，靠空气的吊挂来救援。台中是有人脚闹着，搜救人员佮家己爱落山。伫屏东马家乡牛角园溪受人渡水死去，消防人员伫连假的时，勤务有影真济，有影真无用。双十连假3天，有真侪民众去山顶或者是海溪做休闲活动，空气直升机出勤的频率嘛增加。台东县有一个60岁查甫人，去爬南一段关山到海路南山之间，无细时跋倒着伤，车到由直升机载去高雄送病院。另外，小关山嘛有登山协作员发生过山症，车闸由直升机协助送去病院。用力撑没关系，没关系。除了空中地面的搜救人员无用气气，台中市车到下晡，有一个66岁查甫人，伫咧普京加山步道健行的时阵，正脚无细时去崴着。国军甲和平消防分队7个搜救人员轮流甲伊挨落山，到地势较平的所在了后，改用搬运椅来运送。尾后伊是家己去看医生。你要收了，来。好，可以，这样可以。好，来往前走。屏东县马家乡牛角园溪车到下晡有渡水的事故，一个37岁查甫人去消防人员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有随伫岸边做 CPR， 了后又救护车送病院急救，不过尾手也是救无倒来。据民众表示，有1名民众于瀑布下方溺水，立即着潜水装备实施救援。163洞时顺利救出患者1名。立即实施急救。搜救人员伫连假是无用汽车，各地消防局呼吁民众若是要去爬山或者是做水下活动的时阵，一定要准备好相关的装备甲器材，嘛要注意环境甲天气的变化，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开个菜市场，互人讲是全国上水的菜市啊。9月16日营运以来，超过10万人次来遮行打。连假期间，人潮是搁愈惊人，一日就有12000人次。另外，台南的天气也真好，游客是叉，这也创下3年来双十连假上侪人来耍的纪录。好天日头照草埔，舒适环境，互游客大家拢感觉真清新。上界特别的是，这个草埔毋是伫咧涂骹，是伫台南新化全国上水果菜市场的楼尾顶。拄好双十假期，新化果菜市场的游客量嘛破纪录，上侪一日通有12000人。风景非常美，而且空气流通非常好，动线也很好。顶有一个那个修行建筑物的屋顶，那大概有1公顷左右。那绿建筑呢，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场域的空间呢高挑明亮。那昨天呢人特别多，昨天大概有12000多人。
那是上水果菜市场人真多，今年上尾一道的连续假期嘛，互台南的市区踢甲甜甜，甲迪士尼公司合办的活动，甲老家人拢是叉。台南的游客量嘛创下疫情3年以来连假纪录，敢若国华街半日之内就来25000的游客，敢若是过年的时。特别是在老街的部分呢，我们光是昨天有创造了将近20万以上的一个人潮。那光是我们这个迪士尼的一个庆典哦，就是这2天的成绩呢，我们就迎接了超过15万的一个游客哦。南市关旅局按算，因为南部的天气好，加上台南的活动多，各边的嘉义关要办双十烟火，有真侪要去看烟火游客，拢会先走来台南佚佗，才会互台南这道的连续假期观光创下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增加32068本土病例，染病死亡57例，中重症133人。另外，佫新增加一个8岁查某囡仔Miss C 的个案。伊无慢性病做过1档疫苗，送医治疗了后，即马已经有较好啊，也已经出院。咱即马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 COVID-19 新增32068例本土病例，境外一路有49例，另外死亡个案57例。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少12389例，减少约27.9%。今天新增133例的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那今天新增1例的特殊重症的个案为8岁女童，没有慢性疾病史，那曾经接种1剂疫苗，在8月30确诊，9月24号就医收住加护病房治疗，给予免疫球蛋白及类固醇等药物治疗后，病况改善，已于10月5号出院。再来看一个在地消息。青皮道中，伫即个台湾本岛生团情形是真严重，即马竟然阁会晓收水去外岛。伫去年开始，就有民众看到青皮道中收水去小琉球，甚至阁出现伫徛街附近，甚至阁有唱水味的人，伊伫水深8米到10米的所在，翕到青皮道中也咧唱水的画面。唱水个披手势爱摄影的人向前，一个长长的身影伫海底游的，真少一看，竟然是一只绿鬣蜥下场到水深大约8到10米的海底。海龟发现伊，就转弯劈开，这罕见的画面就出现伫屏东小琉球附近海域。那只绿鬣蜥是跑到我们的船上，船边，然后我们的那个船员就把它赶走，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从水面直接游下来，然后游到我们整个团队的旁边。目击者希望政府重视绿鬣蜥出现伫离岛的问题。不过，其实伫去年初，小琉球就陆续有绿鬣蜥出现伫徛街，也是游泳上花的通报。屏东农业处员工表示，这拢是对东港游过去的。它整个就是集中东港溪后到出海口，出海口后就到小琉球。其实我们东港沿岸也都已经有绿鬣蜥的分布了。专家甲学者拢表示，绿鬣蜥大部分生活伫河口，方便落水逃走，而且因会使点味半点钟以上，畅水游泳对因来讲非常的简单。我们之前就很担心哈，那个绿鬣蜥跑到这条大河里面哈，那只要一下大雨，它就会跑到海里面，透过那个海路扩散。学者表示，绿鬣蜥袂伫海内底找物件食，会出现伫海内底，可能是条件，也是要迁移扩散。但专家认为，小琉球面积无大，加上岛上无水库等水源会使生活，生存空间有限，敢会造成生态危害，搁爱观察。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屏东报道。即马诈骗的案件嘛是袂少，民众就爱较细腻的。亲像台中有一个64岁阿嬷，伊接到查某囝互人绑票的电话，讲要有赎金才会放人，加在是亲人报警，阿嬷才无互骗钱。另外一个案例是有一位农人，伊去银行讲要替伊的男朋友开口座，加在警方是用写的来沟通，才会成功阻挡这条诈骗。这个富人人看起来真紧张，伊讲伊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甲伊讲伊的细汉查某囝互绑票，要求警方别出声。不用啦，要一个人看见。哎呦，不要害我女儿的生命啊！伫咧边仔大汉查某囝讲，进前有接到一通电话，讲伊的小妹替人担保160万，但是无钱还人，所互绑票，嫌犯敲电话来要求赎金，才要放人。不过因为手机一直拢无挂掉，大汉查某囝就用手写的方式和警方沟通，警方就要求先敲电话互小妹确定。妹妹哦，啊，人家诈骗集团啦！
富人人知影细汉查囝无代志，才发现险啊去互骗去，甲警方说多谢。另外，阁有一个姓吴的农人女子，真正才因为哄骗电视伊口罩互禁用，找来个时拄解除，即马阁讲为着国外男朋友要来开新的口罩，行员惊伊哄骗，叫警方斗3工。怕他变成人头了。因为他已经。他是检视账户刚解除，对不对？去年解除，我是怕他又被骗一次。严谨耐心地用纸笔及手机记事本与舞女一来一往对话，告知他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女子伫咧笔谈的过程当中，向警方表示，最近伫咧网络识识一个伫咧美国做工课的男性网友。这个网友甲伊讲，为着要照顾伊和伊的查囝，要求伊去申请外汇口罩。即马加在互警方查落来，若无可能就正做诈骗集团的人头口罩咯。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位民众一直坐稳的电动楼梯，意思是互偷袭的心。这个偷袭的嫌犯佮选去，后来警方有抓到这个人。这个嫌犯佮指讲，伊是要捡银角仔才压落去。警方就尾是有关照涉嫌妨碍秘密，甲这个嫌犯上班。是不是外头穿青衫的查甫人坐手扶梯，突然压落腰，将手向头前伸，同款的动作过几秒钟，搁做一摆。后壁有民众看到大声喊偷袭，伊就赶紧走，一路一直走出大白那坐分站。警员调阅监视器，甲相关的票卡资料，锁定37岁姓吴的查甫人。不过伊告案了后讲，阿幺这个动作是为了扣金角仔，后续会走是因为防误会一时紧张。全案询问后，依涉嫌妨碍秘密罪，函请台北地检侦办。就算对偷袭好情高底，警方也是依法函送地检署侦办。不过像伫结婚偷袭、涉及妨害秘密案件，台湾警察统计，今年到9月已经发生46件，其中利用手扶梯关检查犯案就占7件。我们常会发现，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会尾随你，跟在你旁边，然后手机他可能就会用一个很特殊的姿势。去做一个拍照的这样的动作，我想我们当然就是留意身边的人。面对偷袭人出击，内心基金会建议加注意身边的人事物，只要有人调岗跨境、在咧行等等，这行为可能拢是危险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咱的双十大会有伫总统府头前挂白流的国旗，佮请到日本的剧高校的高中生来做演出。这也显示国际朋友对咱的支持。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台湾会坚持民主自由，做民主国家的朋友。伊也提出各方自主的成果，来为今年首套卫国的主题做上好的解说。因那台湾今仔日这个词，伊是讲要50摆啊。白流的国旗挂伫总统府头前，日本京都的高中生来台湾表演，举牌表示台日关系友好。10月初10国庆大会顶悬，总统蔡英文的单位特别强调台湾伫国际上的重要角色。当威权主义的扩张逐渐威胁全球秩序的同时，四面八方的国际友人都来到了台湾，表达温暖的支持。蔡英文表示，要伫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体制、国防战略4方面，将中华民国台湾打造做一个坚韧的国家。因若讲到拥有战机、玉山军舰等等军机、军舰国造、国防自主的成果，嘛强调全面防卫，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咱的国家。我看到许多朋友，有年轻的爸妈，有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也有许多没有服役经验的学生。他们不分年龄、性别，自发性的参加民间的课程，学习社区防卫、紧急照护以及资讯辨识。前几天，前总统马英九批评，无应该把国庆日的英文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相信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说内底，头尾拢有用到中华民国，嘛有用到中华民国立足台湾这个讲法。不过有买我50摆拢是用台湾。蔡英文对对方发声讲，民主自由就是台湾人的上大共识。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历经73年的共同生活与发展，已经凝聚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人民和朝野政党的最大的共识，就是捍卫主权以及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从总统府上方通过，请大家看向上方。
天日飞过去的是雷虎小组，表示国军要维护中华民国守卫台湾的决心，嘛为111年的国庆大会来守尾。以上就是记者林书豪、谢桂林伫咧总统府头前的采访报道。台北市府要伫市民广场办一个升旗的仪式，市长郭文地呼吁各咧做的政治人物，得要互台湾更较团结。国民党伫中央党部办活动。前总统马英九针对蔡英文伫演讲讲买50届的台湾，伊是批评讲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会害两岸的关系愈来愈害。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强调是中华民国生日，国民党伫中央党部举办升旗仪式，除了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朱立伦、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以外，前国民党主席吴碧祥、郝龙斌嘛来到位。针对蔡英文不时用台湾国庆日取代中华民国国庆日，马英九表示，安尼做会互两岸的情势更加紧张。去年国庆日，总统又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并且推动台湾国庆日。中华民国不见了，蔡总统这些做法、这些动作，不但不能团结人心，只会刺激大陆恶化两岸情势。党主席朱立伦徛出来挺马英九，强调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必须爱坚持。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赞声，呼吁蔡英文唔通刁工回避中华民国这4字。另外一边，台北市政府伫市民广场举办国庆典礼，市长郭文铁讲，无希望国庆日变成一个台湾分裂的日子。本来国庆日就是一个让全国可以团结凝聚的一个日子。我是很不希望说这个日子，你知道，变成一个分裂的日子。要出来社会了在一个不同的位置，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你知道让这个台湾是一个更团结、更和谐的社会。到底是中华民国111岁的生日，嘛是台湾国庆日？国民党、民众党除了做伙庆祝，嘛提出家己对国家的想象甲期待。记者麦尚英、林玉凯台北报道。年底选举也要到啊，各党派伫双十节拼场也是无停歇。伫双十大会顶，台北市长郭文哲，伊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就坐咧隔壁。郭文哲就讲，伊要拜托宋楚瑜来支持黄珊珊。杨那陈市长伊是伫面册发文讲，首都的市长立场是和国安真有关系，爱敢抵抗这个威胁。国民党蒋万安是批评，双十节的主题图闪掉中华民国的意象，这是要安怎互国人团结的？双十国庆台北市升旗典礼，台北市长郭文哲带市府团队参加。徛伫咧第一排领唱国歌甲国旗歌，前副市长黄珊珊是以市民的身份参加，徛伫咧后壁。很好啊，因为没有压力，没有时间，就是以前就要排程序嘛，市民就很自由，想怎么做可以。总统府头前的国庆大会活动，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人也受邀请参加，而且两个人就坐伫咧边啊。郭文哲讲，会当开讲真多，也会拜托宋楚瑜带着支持黄珊珊。我跟老宋可以聊的话很多啦，当然会拜托他支持黄珊珊了，要请他怎么大力支持啊？选前倒算，若被升旗伫咧拼场有待选情。虽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一早起并无公开行程，也过也伫 FB 发文，伊强调首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首都的市长的立场关系到国安。面对敌人文攻武吓，要勇敢表态，袂用黄黄暗暗。蒋万安是批评国庆的主题世界毁骗中华民国。如果在国庆日都回避掉中华民国，没有任何相关的意象是象征出现，我想这个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那要如何来团结国内的民众呢？针对之前提出深蹲20个会当换免费坐公车。和郭文哲口舌讲，无意外，蒋万安的水准差不多就安尼啊尔。蒋万安除了伫咧现场示范安怎深蹲，也讲迄当阵的状况是伫咧论坛分享国外经验，无想讲说互有心人士扭曲成这是伊的政见，实在唔知要安怎讲才好。记者综合报道。双十节迎接新生命，今仔日有真侪红红幼幼的婴仔出世。不过，医生是讲，今年是好年，大家唔敢生，和旧年来比，这个生结率是由原变真低。是主要还是跟这个生产率下降，
每个月生产呢就11000人，那今年大概只有到11、12万，最多13万，那比去年更少，而且死亡率也更高，就是大概自然死亡率。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还是一个隐忧了。所以说现在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生育率提高？这个因为又是虎年，那大家又比较不敢生，所以明年可能会好一点。根据上新的统计，国泰病院的体系一共有4个婴仔出世，中间是有4个查甫婴，2个查某婴，其中一对是双生仔。台大病院即马有2个查甫婴，2个查某婴，北医、附医有1个婴仔出世。因那新光病院目前是已经迎接1个婴仔出世，阁有2个人在待产。咱来看今年的双十宴会是要伫嘉义县的故宫南院来办。故宫南院准备无人机、有水舞、有演奏的内容，要来互大家看。而且伫今仔日清早5点了后，民众就会使采翕相的设备。有民众一透早就伫现场咧等，希望伫上赞的位看到美丽的宴会。故宫南院初9暗，国庆宴会相关的表演，到咧做最后的准备。初10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为八关市来到现场占位，要来等暗时的活动。昨天晚上等到现在，我4点多到，很多人啊，大概50-60个有吧，大概6点到。6点到，对。那6点到是不是人就很多了？对啊，就没什么位置了。伫活动现场附近的一寡店头，早时啊就开始无营。外交业者讲，实在有加准备2-3成。因为这次要抢那个双十国庆的人潮所以很多店家也都有跟着营业。客也有比较多，观光客有比较多。现在其实慢慢的就有车子在流动了啦。对，当然就是等它的烟火市集开始摆的时候，应该人就开始进来了。嘉义县政府表示，活动为下晡6点半开始，故宫南院就有安排表演。8点的时阵准备放烟火，附近的交通拢有管制，希望民众参加活动会当顺利。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泰国有一间幼稚园初6的时阵发生残忍的大屠杀，致使30多人死亡，其中有20几个死者拢是囡仔。不过有一个3岁的查某囡仔，伊伫发生屠杀的时，伊拄好困甲真落眠，拢无振动出声，无互凶手发现。幸运躲过这个死劫。一个3岁查某囡仔艾米，就是伫个托儿所屠杀现场，唯一一个无着伤平安倒来囡仔。伊认认的目睭，天真的笑容，也毋知影家己经过偌济恐怖的时刻。初6当当退休的警察卡姆拉布早刀早枪，下晡困觉的时阵走入去托儿所，大开杀戒的时阵，艾米伫个毯仔底困甲真落眠，并无惊吓甲乌白咧叮当，可能真做伊平安活落来关键。ที่ว่าเด็กนอนที่เสานี้ที่ว่าอยู่โรงเรียนนะมันไม่น่าจะใช่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มีในความเชื่อของแม่นะมันกับว่ามีอะไรปิดหูปิดตาเด็กไว้อะในความเชื่อนะแต่ทุกคนก็ความเชื่อ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าะแต่เราก็รู้ว่าของรักษาลูกเราอะ凶手杀害24个囡仔内底，有11个人死伫艾米咧困的教室。艾米上好的囡仔伴太亲，甲因老师拢不幸过往。凶手离开了后，有人发现艾米伫个教室内底，还佫伫个叮当，赶紧用毯仔甲伊的头包咧，甲伊带离开教室，无互伊看到案发现场真恐怖的情形。代志发生了后，艾米还佫真天真问伊阿嬷，是安怎无接伊的囡仔伴做伙下课？因厝内干那会当甲伊讲，老师甲太亲拢已经过往，不过伊也毋知影其他的同学拢已经無伫哩啊。มันแน่นในอก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ก็เห็นลูกคนอื่นใช่ไห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คนอื่นเรามองแล้วเราก็ตื้นตันนะเราไปเยี่ยมเราก็ตกใจตื้นตันแล้วก็เสียใจแทนเขาแต่พอมองมาหาเราเราก็ดีใจเราก็มีทั้งความดีใจทั้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พื่อน找到亲戚朋友组织伫艾米因兜，替伊举行祈福的仪式，用白色的棉仔线绑伫伊的手的念经祈祷。伫这个关系真亲密的社区内底，艾米有平安活落来，是这场悲剧内底唯一一个安慰。迄天托儿所嘛替罹难者举办佛教法会，来对倒的人嘛炸白色的花箍，还佫有礼物，希望罹难者会当好好行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镜头内委内瑞拉最近因几个月雨量是创下历史上济纪录，造成中部电楼做大水，引发水崩山，致使22个人死亡，超过50人失踪的悲剧。当局紧急动员1000名救援人员，佮有警员来去救灾。副总统也赶去灾区视察。这届大雨是反圣A现象造成的，这也是委内瑞拉今年上严重的大雨灾害。
车路长期出现关节差，土门沟还阁一直流落来，边仔规拢是土甲石头砌做伙，还阁有真侪救难人员甲民众，当拼性命伫个乌，希望找到失踪的人，还阁有一个人揽做伙咧哭。Que por favor que esa invoque ayudar a sacar a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enterradas, porque no sabemos si hay personas enterradas. Tengo un hermano desaparecido. O sea, necesitamos apoyo, pues. Vean el dolor del pueblo, porque no nada más el mío, el dolor todo el pueblo que está aquí metido. Mira, tantas familias que perdieron sus casas. Yo como comerciante perdí mi pizzería. Tengo apenas 2 años, soy emprendedor, nuevo emprendedor. Ahora mira, no tengo nada. 南美国家委内瑞拉最近几个月落雨的量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造成中部的溪水拢溢出来，连续几个天落大雨。伫个溪边的城镇拉斯特赫里亚斯嘛受到水崩山的侵袭，造成侪人伤亡甲失踪。当局紧急动员差不多1000个救援人员甲警察去灾区搜救。伫救援的过程当中，还阁有土石甲山坡顶悬的建筑物是一直出落来，画面互人看了是真惊。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马赶去灾区了解状况，要求爱赶紧将受困的人救出来，甲找找失踪的人。Se llama, se desbordaron 5 quebradas y bueno, como ustedes bien saben, estamos viendo aquí afectaciones muy importantes, pérdidas humanas. Hasta el momento tenemos ya encontradas 22 personas fallecidas, hay más de 52 personas desaparecidas. Estamos ahorita atendiendo fundamentalmente un frente de búsqueda de estas personas. 连续几个月落大雨。除了拉斯特赫里亚斯，还阁造成委内瑞拉国内其他的所在，嘛有侪人伤亡。这场反射冷现象，雨是规桶倒，造成委内瑞拉今年上界严重一届做大水，各地死亡人数计共至少有40个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嘛要求全国替这罹难者追悼3天。公视新闻陈思栋编译。镜头搁转来，咱来看双十节。头一届有台南的舞阵，也就是金狮阵、白鹤阵来做表演。因就是要表达守土卫国的精神。其实，伫台南嘉义遮南势九龙镇的宋江镇，也是这个宋江舞阵系统真重要的阵头之一。庙方逐年拢会办营队，互学生囡仔认捌这个宋江镇，甲在地文化传承落去。一群囡仔暗时啊，伫庙埕练阵头，这是台南嘉义的九龙镇。庙方逐年拢会甲政府请计划办营队。希望甲地方重要的文化宋江镇传承落去。这边较早人，较农民社会有较好叫人，但是到这个时阵已经少子化呀，对这宋江人员的栽培足歹栽培，所以阮怎自伫头伫3、4当前开始来用这宋江小朋友的夏令营，我呢人来捌这个。南市九龙镇宋江镇属于黄卡金系统，是西港乡、小人乡真重要的舞阵阵头之一。当地时代讲，较早祖先来台湾会组织练舞保护庄头，尾啊宋江镇传入台湾，南市庄为着要甲庙会神明斗闹热，自西元1743年清朝时阵成立高大，历史久长。政府多加补助，社会人士也多加的支持，让我们九龙店的宋江镇可以发扬光大。就是孩子带过来之后，他们也愿意留在这边观看孩子学习的过程，那也慢慢知道说师傅们在带学员的一个状况。孩子先带过来学完之后，他们觉得好像蛮好玩的，然后也加入我们。即阵因应现代社会发展，九龙镇宋江镇嘛开始转型并传承，要推广在地文化。逐年热人办营队，拢会请侪学生报名，大家愿意用下课时间练宋江镇，甚至嘛有家长会对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木雕插花是新竹的传统工艺，时常出现伫寺庙内底，不过即马是渐渐要失传去啊。新竹市文资审议委员会最近就把这个插花列作是文资的保存技术。即马新竹的演武场要展出老师傅的作品。有40档经验木工师傅蔡阳杰，是目前台湾少数有奖牌插花技术的老师傅。18个技术伫台湾真侪庙师拢看得到伊的作品，也参与过不少大大小小修复工程。基本结构也是根据传统的一个架构但是里头有一些是我加入一些我个人想要另外表现的一个不一样传统的一些内涵，把它加在里面。新竹市政府文资审议委员会最近才通过，把插花列作文资保存技术。这届配合少年刑务所国际活动，
把蔡阳杰的作品搬来现场展出，希望民众了解新竹特殊的插花产业。当时是我们外销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近期后来呢，因为产业的一个变迁，那就慢慢的被一些替代品给替代掉。除了木工艺术现场把展出露天作品，民众会使欣赏老师傅高明的手艺，嘛对新竹辉煌的工艺历史更加了解。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湾今年是超过30万人得到失智症。有民间团体甲业者就推出这个 VR 体验课，邀请有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属、佮义工，透过这个 VR 来了解失智症因所看到的世界。甲 VR 目镜挂起来，30个人就亲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有当时坐咧，有当时佫徛起来，甲脚步踏出去的时阵，有淡薄仔丢涂。到底因看到什么咧？还有旁边都有手机，还有那个什么蛇，然后在旁边都有那个终点，这边都有什么爆炸。这物件是安怎会斗做伙？这个 VR 是咧模拟失智症患者看到的世界。找陪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甲业者合作，邀请伫咧第一线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属甲义工，透过 VR 体验失智症患者的感觉，进一步理解因的处境。他平常不多话，但是你会觉得他好像眼神在看一些事情，可是你问他，好像他又不太肯说。因为如果像我们刚刚体验 VR， 那些幻觉它其实是会消失的，所以有可能他不讲，是因为他可能一下子就没了。根据卫福部的推算，2022年全台湾有超过30万人得到失智症，真侪拢是靠义工咧照顾。不过，伫教育训练无够的情形之下，真侪义工唔知影要安怎照顾失智症患者，嘛会对因行为变款感觉惊吓。即使在台湾曾经照顾过中风的病人，可是他没有碰过失智症的长辈，所以遇到很多状况都是新的。但是我们的居服员，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训练、教育训练，也有督导在协助，不会照顾也有人教他。可是我们的义工可能相对资源就很少。但经理表示，民间办的 VR 体验只是一个起点，呼吁劳动部应该爱更加重视义工的教育训练，提供照顾者更加好的支持。记者林世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嘉义有社区为着让时大脚头壳动筋骨，就安排趣味的游戏，让老大人分组来比赛。大家咧哪算哪输去，是拢感觉真欢喜。甲队伍排好好，各分好队友。阿公阿妈要做伙来耍游戏，即个游戏爱甲杯啊用手捏扭到底，时大是耍甲真欢喜。就靠个较牛的做伙，背啊多好，安尼视觉安尼才真起来。比赛当中有小可失误，毋过长辈也是真热情的斗力，嘛会互相鼓励。照学员表示，即款活动通训练老大人的骹手，佮有头壳。阮每礼拜每日拢有无小小的活动，今日拄好排着游戏的活动，即个游戏是对游戏当中，互长辈家己去了解讲用什么技术，较会当顺利甲水运过，佮会当运较济。因会当手眼协调，佮跟同伴之间的协调。其实小可一个活动对因来讲拢是足新鲜的。游戏毋但趣味，而且佮有比赛竞争，互老大人拢真认真咧耍。透过两人一组的活动，因也通增加和别人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体段消息，咱来看比铁人3项的挪威选手伊丁，因为伊拢伫咱台湾的顺德宫的帽仔来比赛，互人真注意。找到伊个参加铁人3项的世界锦标赛，又搁戴这顶帽仔，而且搁破纪录摕到冠军。另外，咱台湾体操代表队的勇将肖友然，伊也伫世界杯挑战赛同年期站摕到鞍马的金牌。再度上场，台湾体操代表队选手肖友然找到伫世界杯挑战赛土耳其站表现哪好，难度分6.100分，执行分8.950的高水准表现，两项拢是全球上冠。以15.050摕到金牌，也是肖友然头一名国际赛鞍马金牌。为10月底伫英国登场的世锦赛先准备，中华队表现显目，赖品如摕到冰行步项目银牌。董家宏摕到地板项目铜牌，张伟成是摕到跳马铜牌，另外林冠仪也伫吊环决赛摕到银牌。总计中华队伫土耳其站大丰收，累计摕到1金2银2铜。
好车志向全力冲刺，伫夏威夷举行的铁人3项世界锦标赛，参赛者依序爱完成游泳3.8公里、骑自行车180公里、加马拉松42公里3个项目。2019年因为伫顺德奖冠军部红起来的挪威3铁选手伊当再次伫冠军部坐镇，以7点钟40分24秒成绩打破大会纪录，摕到冠军。Freaking hard. The last 10K was worried about the legend of the island killing me. Everything was going pretty smoothly up until I caught Sam Laidlow, the legend. And then when I passed him, oh my God, the island really tried to put me down. But I think my hat must be stronger than the legend of the island. 这顶钟表的帽仔变成国际媒体注意的焦点。今年的比赛也是6年来上侪台湾选手参加的一届。顺德奖赞助70点，予台湾选手，毋茫台湾选手也会当伫新报的发威之下，摕到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因替国家执行重要的任务，自古到今有真侪争议。CIA 伊其实也有设家己的博物馆，毋过伊是毋开放的。即马好拄啊好是 CIA 成立75档，博物馆也真罕见来见光，互媒体去翕会当带发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眼界一下。伫博物馆外口即个圆圈，有一台敢若是科幻电影内面的飞机。Our mission is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any place, any way we can get it. We were authorized to build aircraft because we couldn't put spies inside the Soviet Union to find out what we needed to know about their nuclear program. 除了前苏联，1950到60年代开始核武计划，中国也是美国收集情报的重点。不过美国无方便出面，所以就甲迄当阵的国民政府合作，由台湾的飞行员以中华民国空军的身份，在飞机顶头印着青天白日标志的 U2 侦察机，执行 CIA 的情报任务。博物馆展览的除了伫咧做间谍任务的侦察机，还有各种特别人员的装备。当然，一定有敌对国家伫咧用嘅 AK 系列步枪。因为这间厝的模型，博物馆讲是今年设计时阵，和 CIA 拍死介入恐怖组织第2号人物查瓦西里最后藏的所在。当然，伫 CIA 75年的历史内面，除了重要的情报加反恐任务，也伫咧执行过程中产生真侪争议，甚至是污点。Why don't we go outside? I'm sure we won't be missed. I wish I could. I have to stay near the phone. Working on a Saturday night? I'm bringing someone across. 电影内面线民最后被当作炮灰放杀，为了要拍死重要目标，牺牲无辜的人命，更加是这款情报单位常常做的代志。Happy? 74 casualties, an entire apartment block leveled, one dead terrorist. Yeah, happy. 另外 ，CIA 被指控涉入外国的军事政变，甚至吸收纳粹德国的共谋者，加入情报、非法监听，还个杀人灭口。一寡未见的人的任务，和 CIA 一直拢无法度脱离歹名声，也个民间甲国会质疑。这座伫咧美国维吉尼亚州，属于 CIA 管辖的博物馆，普通时无对外开放，只敢若和 CIA 人员学习。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伫陆地有森林，伫海底嘛有。人咧讲的海底森林，就是一大片的海草。海草是培育地球万物的源头。不过科学家最近就发现讲，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加州、澳洲沿海海草本地是生态真济，即马拢渐渐消失去啊。若佮拍拼保育，这个大海的生态恐惊也会害去。一寡海草看起来细细丛啊，不过国家细项的物件拢有伊的大道理。由大型海草所构成的海草森林是地球物种的发源地。不过科学家发现，全世界海草的栖地消失的速度正紧，主要原因是气候变迁加地球暖化。Without that, our entire planet is in severe trouble. Beyond that, pollutio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So protecting our shorelines from pollution. Overfishing can also have very negative impacts on kelp forests. 海草生长伫咧温度较低、
养分较饱的海水环境，气候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影响海草的成长。再加上废水排入去海洋，造成藻类增加，和海胆的数量变多，连导食掉真侪海草。伫美国加州研发，美国讲成海草的册地，伫咧2014到2019年5年之间完全拢消失。伫咧澳洲的塔斯马尼亚也有同款情形。要救海洋生态，上重要的就是保育海草。They're incredibly productive. So a kelp forest can grow by a foot in a day. You can go snorkeling one day, come back the next, and the kelp forest is longer than my arm than it was the day before. So that sort of productivity means it's absorbing a lot of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新南威尔士大学针对世界各国海草保育的主题做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在300年前，日本就知影海草对海洋环境甲渔业的重要性，积极伫咧维护海草的册地。因也整合每一个国家伫无同年代保护海草的做法，提高海草保育的成功率。伊戈尔讲，保育海草有2个重点：防堵加介入。防堵包括预防海水污染、减少吐沙，确保海水伫咧健康状态。介入就是人工种海草，并且剔掉妨碍海草生长的因素，亲像是控制海胆的数量。保育海草是这么谁爱做的代志。研究海洋生态学家也讲，保育就要根据无同地区甲科学根据，若无会造成生态失衡。解决问题也该找出制造问题的原因。气候变迁的源头也是人类。维护海草的册地是所有物种存亡的关键之一。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咱镜头个转来国内，来看桃园交响管乐团的前团长，伊伫退休了后，回去伊的家乡顺德，甲伊的古厝改造，摕已经袂当用的乐器来装塔环境。带你做伙来看伊的创意。嗩啦、喇叭、小吹、搁萨克斯风，每一个装置姿势拢无共款。毋过顶悬拢有一项乐器，就亲像一支乐团，当咧公园内底演奏。这个装置拢出自原地伫桃园交响管乐团担任团长的陈良生亲身打造，请真侪民众听卡欣赏，兼做乐团指挥。这个管乐团你可以指挥家由你来当甚至有这个心心相印的这个装置艺术。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要废弃的。可是我就想说，利用这个废弃的这个乐器，把它重新再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陈良生退休了，回来新的老厝，发觉老厝对面的爆花顶悬一直发臭，决心要来斗3工整理，就开始收集报废的乐器，打造出乐团艺术装置。希望就是说，让这个美好的事物让所有人来分享。那我们也希望，爱好音乐的人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继续往下发展。陈良生讲，伊计划未来要佮加入拍鼓的，甚至会使自动发出音乐，继续扩大乐团的规模。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狗仔时常陪伴咱的生活，是人类重要的朋友。有一对姊妹仔，因着出版一本台语绘本，叫做《咱的日子》，用因厝内13岁的狗仔做主角，陪描写这个伊和主人渐渐食老、互相陪伴的故事。一花伫树叶的中间慢慢啊刷位，我嘛对你的脚步在刷位。台本绘本用老狗做主角，用动物的角度，公主陪伴伫主人身躯边，随日子豆豆老去，这种恬静温柔的情感。人甲人，也是讲人甲动物，做伙互相陪伴，然后一款介深的感情，一款做平常、做平凡的。咱生活就是安尼，毋是什么大风大影迄款代志。作者甲小妹甲处理老狗的互动做记录，写作《咱的日子》这本册，描绘狗除了像处理的人，也反映是大人对身体退化等等心内的想法，希望读者感受这种互相陪伴到老的过程。伊写的是人甲动物之间的迄个感情，这。其实是较少无毋对，而且迄狗仔佫是足老的狗啊，所以我嘛收到足侪迄个看过册的人的回馈，就是讲真正看到一半会流目屎安尼。
绘本除了台文嘛有华文对照，作者表示主要就是要互亲子共读的时通做辅助。出版社嘛表示，这几档有真侪台基底作者用母语来写册，像咱的日子，用平常时讲话开口来呈现，除了希望文字更较带进关意，嘛互读者更较有感觉。记者陈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做回来看气象的资料。对家人到新竹是21度到24度，对苗栗到云林是22度到28度，对嘉义到屏东是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是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是20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朱英晓，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